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赖伟一。台湾港务高雄分公司日前正式启用全新的智慧动态看板，而这项创新技术同时整合了多项港区的特有资讯，也为高雄港的传习调度有了更及时、更有效率的运作。一般大众也可以上网看看，了解高雄港进阶智慧港口所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看似一般的地图，在点击拉近后，靠近高雄港湾附近，马上出现不一样的色块，而且还都有它的名称。再点击一下，船体的编号、国籍细节一目了然，甚至从停靠到离开时间也都详细记录。这是台湾港务高雄分公司整合了多项港区特有资讯来源所建构出的高雄港传习动态智慧看板。高雄港的一些传习的调派的一些即时的讯息，然后它在这个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船的即时的动态，它停在哪里，然后那个业者他自己安排的传习的现况，这样子让那些 user 在自己的手机或者是在电脑上，他就可以一边开会一边及时查询他们在会议上做的一些变动。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表示，为了因应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港务工作形态也进行转型，降低并减少和船公司业者实体会议上的接触，改采视讯会议的同时，又必须可以及时说明、查阅目前船只停靠码头的位置和相关设施使用，让工作及时资讯化，也大幅提升了相对效率。实体就是那些业者就会到我们港务公司的一个开会的地点去集合开会讨论说安排今天的传习要怎么安排，然后顺序是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避免就像你说避免人群聚集的因素嘛，那所以它原本这个就是改成线上用 LINE 或者是用其他的视讯软体的方式去开，但是因为他们原本实体会议它是在现场是有一个很大的实体的白板，那白板上是有一个地图，然后他们原本是用那个小磁铁或什么的标记在那个地图上标，那所以因为已经不能实体会议了嘛，又要让他看到这些实体安排的那些小船的位置，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图上改成用电子资料方式呈现，然后这个资讯也会是及时的在这个地图上显示这样子。资讯处提到，新版的传习动态智慧看板地图目前已经上线启用，使用者透过这套线上系统，及时掌握船只船舶各类资讯。另外，一般市民大众也可以上网看看不一样的港湾地图，共同来为高雄港迈向智慧港口的前进一起努力。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想要吃到最优质的台南在地农特产品，请大家认明难得极品标章就对了。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联合发表会，祭出冬季农渔产品的采购指南，并且发布今年度通过难得极品标章的87项产品。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冬季来游台南尝美食。为宣传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特别进入冬季，同样有许多美食伴手礼可以推荐给大家。难得的是，今年又新增加87项产品通过难得极品的标章认证，所以市长黄伟哲在知名厨艺老师邱英阳的指导，记者会现场也使用厚壁米、乌鱼子和五仔鱼等食材来制作寿司，并组合在地柳丁、番茄成为餐盒，看起来色泽丰富又美味，很适合民众在家动手做，要让更多人品尝到台南的美食。所以我们的行销通路是这个全方位的，不只是局限于单一个国家。因此呢，我想说，对于许多农特产品，就是平常你有打基础，行销通路有拓展出去，这样子你将来更大的盛产期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这个通路可以行销，不管在国内或国外，那你就不用怕单一个市场说它不进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台南冬季正适合品尝柳橙、番茄、虱目鱼和乌鱼子等等，还有调理汤包和冲泡茶饮。透过农业局所发布的难得极品标章，除了安全检验有保障，也是要协助农民透过多元的通路将优质产品行销。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
今年冬季期间，新北市政府推出一系列丰富精彩的活动，其中新北山海汤温泉活动更举办短影音创作大赏，首奖奖金8万元，并且邀请台湾媳妇波兰网红安娜以外国人的角度体验新北温泉。活动期间还有各种优惠方案，关旅局欢迎大家一起来泡好汤、吃美食。3、2、1。新北感温季山海汤全席活动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新北感温季又来了，在耶诞及跨年活动部分，有市府民政局新北耶诞平安夜、2024新北元旦升旗，市府文化局和高滩处有合办闪耀新北圈起1314跨河烟火等等。而农历春节前，则是有2024新北年货市集展售会、2024新北灯会以及2024新北市平溪一天灯节。副市长春成进表示，从现在起一直到明年春天，新北市从户外到室内、动态和静态、山上与海边，准备了各种多元丰富的活动，让民众一路玩翻到明年。其实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这个元宵以后到我们平溪的花灯，这样一连串大概有20-30个活动串起来，而且它的区域有海边，有山，在山上像乌来在山上，还有我们在市区像在林口或者在新庄都有特别的这个活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市民从现在开始就能够计划说这一段时间要到哪里去，可以去旅游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新北的这些优质的观光旅游的点。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今年新北山海汤温泉活动首次推出了新北感温季短影音创作大赏，首奖奖金新台币8万元，总奖金共16万元，并且由台湾媳妇波兰网红安娜实地走访乌来和万金温泉区，体验新北独特的海底温泉，并且比较和波兰温泉的差异，拍成示范短影音在记者会中播出。而实体活动期间还会送出限量版的新北山海汤品牌活动毛巾，推出泡汤优惠方案等等。那安娜以自身去创造这个短影音那希望大家这个有志在短影音这个制作上面，也以我们的这山海汤的这个议题跟作品来做一些这个发想。那总奖金总共是16万，那这个首奖是8万元。那希望大家努力来这个拍摄短影音来介绍我们新北的山海汤，那希望大家能获得最高的奖金。陈纯进表示，这一次新北感温季就是整合市府各机关的活动、观光资源以及优惠方案共同行销，让大家都知道新北冬天都有不间断的活动，也来体验新北山汤、海汤的独特魅力。诚挚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来新北走走游乐，一起泡好汤、享美食，新北绝对是旅游首选之地。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在基隆体育馆盛大登场，以温暖有爱为主题，由基隆女儿阿喜等人主持，并且邀请安心亚、911等演出卡司热情演出，大批歌迷粉丝一早就来现场排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几点来排吗？凌晨4-5点。到底是哪个团体这么受欢迎？粉丝一早就来基隆体育馆抢演唱会摇滚区的第一排，答案是原子少年 UNUS。我们今天早上6点，前一天其实就来了。对，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早来？因为想要看 UNUS。这一次的卡司怎么样？很棒。怎么说呢？想看谁？想看 UNUS。来看他们。那今天你要看谁 ？UNUS。UNUS 的粉丝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加油道具，其中高旭威是基隆子弟，粉丝们特别制作加油标语，恭喜他首度返乡回基隆演出。然后终于回基隆表演了，因为之前都没有在基隆表演。对，才特别做这个布条。对。我来自基隆，大家好，大家好。怎么样？回来家乡表演的感觉？其实我一直以来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是什么感觉。我现在站在这边，我觉得
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就是好像为大家争光的感觉。就是我也是努力很久，然后站在这个台上。基隆的天气又湿又冷，却不减民众的热情。来自全国各地来看演唱会的民众，特别谢谢市长谢国良，把演唱会地点改到室内体育馆，让艺人们可以安心演出，把最好的水准拿出来。很好啊，很好，不用怕雨啊，不用怕风啊，对啊。在室内比较好吧，就是不用淋雨，不用怕下雨就会取消，还是比较不舒服之类的。真的很棒哎，因为今天刚好下雨，因为我们很常跑活动，然后就是怕这种天气就是下雨的，所以真的超棒，谢谢市长，谢谢市长。然后也谢谢市长帮我们请 Unas， 耶！再多多邀请 Unas， 谢谢市长。谢谢谢谢。没有，谢谢你。对啊，那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看演唱会，真的还不错，那真的有演唱会等级，真的是演唱会等级，都大咖的，超赞。今天是我们基隆的年终演唱会，那我们第一次改到室内举办，那我想这是一个首次的尝试。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也是准备的很努力。那室内办到底在这个环境下到底好不好？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如果是明年暑假，我们可以加办室外的，让大家更开心。但是我想这样子的天气跟环境，我会觉得室内可能还是会比较稳定一点。尤其是这些演出者，常常冬天很冷，演出一场之后就感冒了，有时候于心不忍。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室内办这样子的演唱会，我还是觉得可能对大家都是蛮适合的。常会让人嫉妒，你受伤了。演唱会第一棒演出的是安心亚，她也担任基隆城市代言人，带来多首快歌和慢歌，让粉丝好满足。这次演唱会超强卡司，还有未来少女幽灵水晶、戴爱玲、陈芳语、钢琴家许哲成和压轴的911。市长谢国良也在3楼座位区与歌迷同乐，感谢大家共同来参加这个暖心有爱的年终演唱会。也宣布明年夏天会在户外再举办一场演唱会。下雨天，那我们办在室内；那好天气的时候，要不要办在室外呢？那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我们办得不错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办在室外，办得更大更好。大家说好不好？好。所以明年夏天，拜托今天有到场的好朋友，一定也要参加。我们明年会继续办，办得更好。这个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是基隆近年罕见的大型活动，因此在维安交管方面，基隆市府总动员非常用心，包括接驳车辆、弹性交管、现场安全戒护、引导入场、开辟国门广场第2现场直播等等。因为有这些幕后的无名英雄，让整场演唱会活动能够顺利圆满进行。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大安高工主持全台第一座科技软体技术教学中心的启用典礼，这会是跨域跨界学习的新趋势。蒋万安也体验学生制作的3D 游戏，并且带上 VR 装置体验电子业者研发的标速赛车游戏。台北市长蒋万安怎么公然飙车？原来是在体验电子业者研发的标速赛车游戏，搭配 VR 体感装置，只见市长玩得很开心，最终获得第3名成绩。台北市教育局为了提升技术型高中与产业合作机制，在大安高工办理台北市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揭牌暨 MOU 签约仪式。邀请市长蒋万安一同见证3家产业界知名厂商共同签署产官学合作备忘录。那我回想我进大安高工的时候，念了很多真空管，念1年的电视，然后之后做了1年是在去念台科大，当兵，再到产业界，才发觉我进了产业界其实真空管已经没有了，没有真空管，电视马上就被改朝换代了，以前是阴极射线管，就是变成平板电视。以前我们电视大家都要装天线，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装天线了。所以这种科技的创新它是越来越快，所以我非常的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教学中心的成立，因为我们在学校学的
有时候跟不上产业的那种快速的变迁啊，哦，尤其现在这种 AI 时代，这种我们6、7时代还在写新东西呢，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大安高工这样的一个科技创家站，我觉得对学生在课堂教的之外，哦，我们可以把一些产业目前的快速变迁的哦那些技术可以跟学校知道。那我也跟学校老师分享啊，比如说现在电动车啊，哦，你现在刚刚有汽车修课很有名嘛，哈，学生现在学的汽车修课毕业之后进入产业可能发现哦，怎么都是电动车了，哦，所以你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产业的变化。所以我有跟学校，哦，跟几位学长，我们大概有建议几个方向，哦，第一个，哦，我想就是电动车，哦，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已经头大在做氢能车了，你让学生知道，啊，未来的车子是怎么样，啊，我想 AI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已经被写，你不写都不行了，哦，因为 AI 我发觉最近越来越厉害，2年前 AI 跟现在又不太一样啊，哦，大家让学生尽快了解什么是 AI，哦，那另外绿能的产业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在推减碳 ESG。哦，那事实上，绿能产业也有很多风电啊、太阳能啊、哦、储能啊，这样都跟哦这个我们职教有很多相关体系哦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哦。那另外我要提的是无人机啊，哦，无人机我觉得蛮适合台湾来发展的哦。我最近我们公司也跟湖北科技大学哦，它有飞机系啊，哦，那我也引荐哦，就是说湖北科大跟台科大跟那个大安高工哦，是不是这种的相结合哦，因为无人机我觉得它也是相当高科技啊，有很多技术在里面。那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学长，我想西江电子他们在游戏产业非常的有名啊，哦啊，游戏产业上结合多媒体哦、美术、3D， 现在 AI 也进来了哦，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哦，就是那个技术哦，这是要软体哦脑筋的一个科技啊，所以我想这几个产业可以给学校。这种可以当一个方向。今天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技术教学中心的成立，也就是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这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了，但却是全国第1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为主题的技术教学中心。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也有机会到前面几间技术教学中心的揭牌仪式，参与整个过程，我其实非常感动。包括我记得去内湖高工，对，它是智慧设施跟维修，我也实际去操作，看学生来指导我才感受到这其实非常的专业。好，另外前一阵子也才去士林高商，到这个商务金融技术教学中心，也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跟现在的趋势。那当然今天很高兴，我们科技创新其实是把资讯 AI 结合到我们教学当中。当然更重要，刚刚吴董事长谈到，其实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当然很重要是相关的基础知识、基础科学，但更重要我们要了解现在整个趋势，因为变化的太快。就像可能汽修课的同学在学习，但现在可能也许毕业生进入职场以后，这个车子现在可能电动车、无人车，可能未来这都不是在路上走，都有可能，所以非常的变化非常快速。那怎么样让孩子未来能够学以致用，能够有机会把所学真的很快的能够接轨到进入职场，能发挥所长？我想这个就要靠我们现在技职教育体系，我们现在陆续成立的技术教学中心，能够把最新最快的技术跟趋势，让孩子让学生即刻的掌握，让他们了解到整个科技变化的脉动，他们才能知道，也许在学校课堂以外，我该去涉猎什么样的知识。那当然，我想今天3位杰出校友的大力支持跟回馈母校，我们非常的感动。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想今天是这第11间，但却是我们第1间有校友
愿意大力的赞助跟支持，让这一间技术教学中心能够顺利的启用。昨天我在台北市教育政策白皮书发布的记者会现场，我也谈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也就是特斯拉 Tesla， 就是做电动车很知名的厂商，他的创办人马斯克，他也是大炮型，很爱讲。那就有人问他说：“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科技人才，硬体、软体，包括技术人才，各个领域都有。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做出像特斯拉的电动车？”马斯克他也很直接，他也说：“的确，台湾我们有非常多各个领域专业的人才，但台湾缺少整合的人才。”他讲的也很直白，却也一针见血。但对我来讲，我却并不服气。所以，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我就有责任跟使命，要来培养这些在国际上面可以竞争的人才。所以，也为什么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推动各项教育政策，我们很强调是要有一技之长，要有技能。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培育产学合作人才，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精神，借由策略联盟整合产学资源，让技职教育更缜密结合学生兴趣，增进资源运用，促进学生学习和就业。记者温俊台北报道。高雄市的社会住宅新建案量大爆发，截至目前为止，新建中和已经绝标待开工户数增加达15000多户，居全国之冠。虽然高雄市的社宅起步较晚，营运中的社宅户数不多，但未来社宅存量上看19000多户，展现市府实践居住正义的决心。一栋栋的社会住宅在高雄市举行开工典礼。近3年来，高雄市总共新增加动工的社会住宅就有17处，新建中的户数增加8618户，绝标待开工的户数增加到6518户，在数量或增加率都是高居6都之冠。我们也在市府，我们成立这个社宅推动的平台啊，那由林副市长他来亲自主持啊，那然后再来协助国家住都中心，他在一些行政程序上，包括这个建造啦，或者说一些都审啊方面啊，或者土地取得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就透过行政资源来给予最大的协助。虽然高雄市的社会住宅新建案量大爆发，但实际营运中的社会住宅却不多。原因是高雄市的社宅起步较晚，但目前的户数已经从109年的6000户提高到目前的18000户，而且加计规划中的户数，社会住宅存量上看到19000多户。目前就是包括已经完成的新建中的或者已经绝标准备要开工的，那以及现在在备标以及这个后续在规划当中的，那加起来我们预计已经有可以达到19882户。而凯旋新树是高雄市第一栋新建完工启用的社会住宅，住户都已经完成入住，有零星退租的户数会以候补方式递补，而下一栋开放招租的社会住宅预计在114年完工启用。左营重实安居是1594户事实上是规模是很大那所以它需要的工期会比较长一点，但是有一些虽然比较中小型的，可能它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它这个整个工程推进的进度啦。而针对社会住宅招租对象，除了一般户有自用住宅和所得的限制之外，40%的关怀户中育有未成年子女的人数则有放宽。3名以上的未成年子女，他就属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弱势。其实他就可以来就是说申请我们所保留的这个弱势户的这个部分现在修法把它这往下修到是2名。在中央和地方合作之下，高雄市的社会住宅大爆发，虽然起步较晚，但后继有力，进度急起直追。再过2-3年，社会住宅陆续完工启用，有居住需求的民众就可以享用社宅的成果。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左镇化石园区场域升级，将展览结合5G 科技，感受全新的互动体验。民众未来去到园区内参观，只要拿出手机一扫，就可以看到各种侏罗纪的古生物，从手机荧幕中跳出，跟大家来互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加民众吸收知识的兴趣。台南市政府在数位发展部数位财产署的支持下，推动文化园区场域科技升级。未来，民众来到左镇化石园区，只要拿手机扫墙上的裂缝图案，就会有各种来自侏罗纪时代的古生物跳出来互动。透过新奇的互动体验，让参观的朋友在趣味中学习。透过这种展览方式啊，你觉得来看展会对你了解一些古生物有什么帮助？就是可以知道它可能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因为上面也有名字，可以自己去网上查它的资料，比较方便让我们去认识一些自己喜欢的古生物。大家可能对于考古这样的一个东西会稍微比较陌生一点，那也比较没有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借由跟5G 计划的结合，让民众能够更能够深刻的体验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想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左镇这个化石馆来参观，那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发展。2024年是台南400，那台南400其实我们有一系列的丰富的活动，可是我们在办理这些活动跟行动的时候，其实展示或是表演的手法就非常重要。所以透过数发部的支持，我们结合科技，把文化跟科技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在明年会有相当多的活动都会用文化跟科技结合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能够接触更多的民众，吸引更多可能亲子的这些观众们，然后认识更多台南的文化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数发部数位产业署与台南市政府携手协作，导入5G、扩增实境、AI 影像辨识、体感、3D 等技术运用，共同打造左镇化石园区的古生物 AI 互动体验科技示范区。除了互动科技导览，还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 AR 照相等等。民众现在来到园区参观，一定要记得来跟恐龙互动看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八德大成国小协助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举办马祖文化体验研习营，邀请全桃园选修闽东语的师生来到启英高中餐饮教室，学习马祖饮食文化以及语言，并且现场实作搓汤圆跟地瓜黄金饺，让同学们直呼有趣。跟着镜头一块来看看。同学们围到老师身边，了解要如何制作黄金地瓜饺。八德大成国小协助桃园市府教育局在17号举办了马祖文化体验研习营，邀请全桃园选修马祖闽东语的师生来到启英高中的餐饮教室，现场实做搓汤圆和黄金地瓜饺，让同学们直呼有趣、好玩又好吃。老师今天有教一些闽东语，就是例如说汤圆的讲法是细，有些东西真的是很难做。例如说汤圆都会很粘手，黄金饺很难塑形，我们没有办法捏成三角形，然后就捏成一些奇形怪状。我以为它是甜的，但它有点咸咸又甜甜的，咸甜咸甜。然后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味道。我觉得馅很好吃，然后咧，好玩、好吃又有趣。黄金地瓜饺，包馅就很难了，包馅就要。负责制作教学的马祖人老师林水晶，以及规划这次课程的大成国小老师刘玉莲，也介绍了黄金饺的做法和来由。以马祖重要的作物地瓜制作 Q 弹外皮，包裹酥脆花生，无论水煮或油炸都好吃。独特的鲜甜小点心是过往马祖人过年的重要回忆。要趁那个地瓜热的时候，把那个地瓜给它弄碎。弄碎以后，然后再加太白粉或者是地瓜粉都可以，然后它弹性也够了，我们再一颗一颗的分出来，然后里面呢，猪油、五香粉、葱啊，还有花生，还有糖，这样子就是原本的主要的做法。然后做的时候就包一包，就变包成三角形就 OK 了，也可以用炸的，也可以用煮的。马祖因为
土地比较贫瘠。那其实我们那边的主要的这个农作物是地瓜。那地瓜黄金角，因为它操作起来比较繁复，所以通常只有在过年期间，那我们就会呢去做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黄金角。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作为一些饮食的甜点。那在这个甜点里面，大家吃了等于说嘴吃甜甜就会说好话，也来期望就是哪一年就像吃了这个黄金角，甜甜的黄金角，事事都顺利，事事都能够甜甜蜜蜜。特地到场参访的桃园市府教育局主秘蔡胜贤表示，教育局一向重视本土语言教育课程，他肯定这次课程的用心，也期盼透过讲解和实作双管齐下的方式，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更了解马祖原乡。非常谢谢我们刘议员主任呢特别规划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案。上午的部分，我们有一个讲座来介绍闽东的文化跟饮食，那这个特别是当地的食材的这些用语以及相关食材的认识。那接着呢，我们就让孩子来亲自体验。各位可以看看这就是我们小朋友利用我们启英高中的这个餐饮科的这些烹饪教室，让孩子自己来制作。我们看到孩子那种自己吃自己做的这些食物那种满足的表情，我们就觉得这堂课今天的研习课程是非常成功的。要能学好甚至传承一个语言，不只是单纯学习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发展出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族群。教育局期盼透过研习营，不仅带师生了解马祖语言文化，也借此加深同学们对马祖闽东语的认识和印象。记者刘玉婷台湾报道。台北市议会第14届议员12月25号就任满周年，在议长戴喜清的号召下，议员不分党派捐出2手衣物，举办爱心义卖会。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响应戴喜清的号召，捐出2件中华队的棒球衣，每件都以25万元高价拍出。身为五月天歌迷的戴喜清也捐出每次听演唱会必穿的潮牌外套，累计到12月25号中午，义卖会就募得了88万元，25万一次，25万2次，好，25万成交。议长戴喜清化身拍卖官，亲自拍卖市长蒋万安捐赠的中华队棒球衣。蓝色这件是王贞治在大巨蛋开球的球衣，白色则是台北大巨蛋第1场亚锦赛球衣，上面都有蒋万安的签名。2件分别以5000元及1万元起标，在一阵热烈竞标后，最后2件球衣都各以25万元高价卖出。20万还有没有？25。终于追上我们另外一件的价格了。因为每4年的12月25号，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地方各议会跟县市首长的就职纪念日。那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就职纪念日能够汇整更多的善心，然后回馈社会，所以我们特别发起了这样的一个2手衣慈善义卖的活动。那也非常开心，得到很多议员们的响应，包括我们跨党派的各议员，不分年龄，大家都慷慨解囊，捐出非常多的衣物，而且有很多都是全国知名的议员。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的民众也好，大家热心来参与。那更感谢媒体的报道，让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的确，因为本来总共捐了320件，除了我跟万安市长2件拍卖的之外，其他我们初估一下，估计的价格大概来到10几万。那因为万安市长2件就卖了50万，那我这2件也卖了25万，已经75万了。所以这次会有机会可以逼近100万大关，也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回馈给更需要的团体。它是我们这次亚锦赛中韩大战，而且又是赢球的球衣，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势在必行，一定要把它拍下来，可能会把它裱框裱起来放在公司吧。今天我有这个荣幸做这个善事，这一件我会把它留藏着，也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议长戴喜清也捐出数十件2手衣，其中这件黑色潮牌外套在现场拍出了15万元。戴喜清说自己是五月天乐团的忠实歌迷，每次去演唱会就会穿这件潮牌外套，大概已经累计了10多场的演唱会。10万一次，张国班。东哥不错哦，那个感谢。为了响应这次慈善2手衣的义卖，我特别捐出了跟了我很多年的，
也是五月天主唱阿信他所投资的一个潮牌的一个外套。那这件外套跟着我带着小孩参加很多五月天的演唱会，对我来讲非常有值得珍贵的回忆，所以这次特别捐出来，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来的贵宾们，用了15万的价格把它拍卖下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善举能够引发大家更多的善心来支持需要回馈的团体或个人。这2件只是其中2件，因为一件卖了15万，一件卖了10万，另外我还捐了数十件的，包括外套、衬衫等等的，大概整个衣架那边捐的数量是最多的。那也特别感谢我们万安市长也捐了2件我们亚锦赛的一个棒球应援团的球衣，那这2件球衣也各卖得25万，也捐了50万。那得了这样善款，我们会捐给需要的慈善团体。今天不下架，上架2手衣，救命！为了庆祝议员就职周年，台北市议会在议长戴喜清的号召下，首度举办议员2手衣爱心义卖活动。跨党派议员都纷纷捐出2手衣，就连在冲刺立委选战的议员也抽空参加，爱心不落人后。大家各自宣传一下，因为今天是跨党派的，可是我们今天的采访通知有上面写说，今天不下架任何人，今天只上架2手衣做公益，好不好 ？OK。因为那个5件衣服都是我太太的衣服，那跟大家报告，我们家的卧室是这样的哈，那个女生的衣柜永远是不够用的，挑了5件哈，她很喜欢，但是现在可能穿不到了。不知道是因为太胖的关系还是怎样，变瘦，所以所以你还回家吗？为了响应议长这么特别的活动，他凌晨3点还打电话给我，对，凌晨3点而且我很确定他是清醒的，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呢可以带什么样的衣服，所以我就接了他电话之后，我也睡不着了，我就开始把衣柜里面翻一翻，我找到我最贵的一件衣服。不过陈佑成说他觉得这衣服很漂亮，所以我就用议员起标价给陈佑成跟民众党的交往，好不好？如果穿起来不合身，那就尴尬了。我去年因为选举瘦了15公斤啊，所以所有的衣服哦，连我拿去给人家修改啊，这个裤子拿去给人家修改衣服的那个老师都说你这不要修了，差3个尺寸不要修了。重新买。对，所以我去年啊就前一阵子就重新替换了一批的衣服，但我可能又快要替换一批衣服了，因为我现在又变胖了，所以我的衣服都是因为变胖变瘦，变胖变瘦。那为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穿起来是什么样子，也会让我自己保有最后一次穿这件 T 恤的机会。脱掉！我非常喜欢这件 T 恤，是里面的内件。这件外套卖掉我会冷死，买这件送这件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动漫《晋级的巨人》。25号拍卖会当天，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与林奕华也率市府各局处首长到议会共襄盛举，让拍卖会现场热闹非凡。累计至25号中午就卖出88万元，募得款项将捐给台北市失亲儿福利基金会。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高雄东环段轻轨准备通车，为了方便民众行驶，开放了10处路口可以左转，配合轻轨完工，两旁的道路也翻新刨铺，平坦的车道配上轻轨铁道，铁道间又耸立着雨豆树隧道，这将成为高雄新的一幅城市光景。走在轻轨旁的道路上，雨豆树耸立在轨道间，两旁的道路已经重新刨铺完毕，平坦的车道看起来相当疗愈，这将是高雄未来新的一幅城市光景。东环段轻轨已经完成初勘，年底履勘完成后就可以准备通车了。配合轻轨完工，两旁的道路已经重新翻新，10处路口也开放左转，让民众有一个舒适的交通环境。那这10个路口呢，就包含像博爱路到民族路段，还有富民路。龙德新路还有河堤路，那另外民族到建工路段的话，包含有庄敬路、湾中街；那建工路到九如路段有大丰路北往东；那九如到中正路段就包含有铁道一街、县政路、武庙路还有中正路，这10处路口，那它已经都刨铺完成，然后我们也就把这个左转转向呢做设置，
那也设置了左转的专用号志。可以看到部分路段都已经有号志在提醒用路人要配合灯号左转，但是因为现场的交通环境无法设计偏心左转的副驾车道，所以驾驶需要注意沿线道路标线的引导，才不会开错。因为轻轨已经占据了路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路幅所以它没有办法做一个消切。那所以对于左转的这些转向车流的需求呢，我们就透过导引线还有那个潮化线的方式呢，来引导车辆来进入左转车道，或者是进入我们直进和右转的混合车道。但是禁止左转的路口还是不少，不熟悉当地交通的人可能会开到不煞煞，所以会需要有更多的引导，才不至于驾驶到错乱。其他禁左的路口禁止左转路口，那我们也会规划了设置就是透过 U-turn 或是 P-turn 的方式，我们会设置指引标志，让这些车流能透过回转的方式来达到左转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还是兼顾到我们的轻轨它运行的效率，还有民众交通及转向的需求。新的交通环境还需要大家逐渐适应，或许还有调整的空间，但这片光景已经确定将会融入城市。轻轨成员路不左转，不能左转那就人转。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高雄轻轨即将成圆通，近日有民众发现駁二轻轨旁的铁围栏拆除了，取代的是已经长大的矮仙丹。轻轨结合绿色廊道，让整体环境更加融入自然。随着轻轨通车至今，它也逐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光景的一部分。开着小红花，随着风摇曳的矮仙丹是许多绿色围篱的首选，在駁二轻轨旁也不例外了，使用它当作安全围栏，搭配着矮栏杆。在轻轨旁的矮栏杆怎么不见了？因为在駁二地区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要以这个绿篱绿廊道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诉求。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在那边种植的矮仙丹，它也已经都是长高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将这些原本的围篱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希望说还给民众这样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绿色廊道的这样的概念。把围栏拆除的駁二轻轨，整个景象清新了不少，绿色的廊道让人看得很舒服。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有轻轨的环境，上传轨道区域的事件已经减少了很多，所以才进行拆除。因为它的围篱呢，它其实现在的高度也是民众他需要再做一个跨越的动作。那我们是希望说民众大家都会有自律的精神。那同时大家其实现在也知道说，在轻轨的这个轨道区呢是不可以再就是跨越过去的，这样子会违法的。那我们沿线的话呢，也都会有保全，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的捷运警察有在沿线做巡逻的时候，他也会会进行开罚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呼吁民众自己也要小心，然后注意不要再跨越轨道区域。高雄轻轨即将成圆通车，轻轨是贴近城市的大众交通，拆除冷冰冰的栅栏，让城市的景象更加自然。但是因为区段交通的状况不同，部分装设栅栏的区域并不会拆除。联合医院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栏杆其实就是在马路的正中间，那它的这个下面就是我们一般的柏油道路，所以那边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种植我们植栽的部分，因此这个栏杆的话呢，它就会维持它现在原有的状况。那也请民众在路过的时候也要小心注意，然后就是注意到现场的安全号志。高雄轻轨10年磨一剑，终于要正式成圆。虽然目前评价2级，但是它也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光景的一部分。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台南市在北区原美国学校现址设立了阿嬷你看市集以后，除了成为展现当地社区营造跟地方创生的最佳平台，其中华德里长宋兰美誉的纯手工手艺就吸引许多人捧场，也要借此来义卖做公益。由产官学和法人所规划的爱心市集，其中在展示北区社区营造和地方创生的成果当中，看到华德里的摊位就相当吸引人。可爱造型的猫头鹰玩偶，不管是手工编织或者是用纸塑，都是里长宋兰美誉纯手工一手包办，加上宣传社区历史又防灾教育的故事绘本，相当难能可贵。我研发这个花花，我是想要做一些出来，就是义卖，卖给人，那个就是得来的费用，就是给那个弱势家庭。出书的话，那个书本，我这5年来有9本书，那个九本书的话，我们也都是送给那个弱势的家庭，还有偏乡远方的校长给我们的学校。
让他们小朋友知道这社会上有很多关心。市集除了展示社区营造成果，成为爱心公益帮助弱势，其实也是年轻人创业很好宣传的平台。当中排满各式各样实用的围兜、手帕夹或是假发的装饰等婴幼儿用品，搭配圣诞气氛，吸引不少爸妈带孩子来捧场。柜中老板娘的小女儿也成为最佳模特儿。不过一开始创业毕竟困难，她选择先在网络销售，希望纯手工的好手艺可以渐渐打开知名度。因应圣诞节的部分，我有做一些圣诞的装饰，还有一些圣诞帽的装饰。那当初会成立这个工作室，就是想说可以带小朋友，边带小朋友，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兴趣，对，然后也可以陪伴小孩长大这样子。虽然只是一场市集，不过有可能是造就许多年轻人创业或者是事业第二春的起点。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市长谢国良跟关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共同主持记者会，宣布今年跨年市府特别规划以 I Love Keelung 爱来基隆作为主题，在12月31号晚上12点整，在文化中心顶楼释放360秒的烟火，同时在国门广场透过全台最大裸视 3D 萤幕，在跨年前60秒进行跨年倒数，陪伴大家来迎接2024的到来。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今年的跨年夜可欣赏到美丽的烟火。市长谢国良说，12月31号晚上12点整，将在文化中心顶楼释放360秒的烟火秀，搭配梁静茹的暖暖配乐，期盼带给大家一个暖暖的跨年夜。市长也推荐最佳烟火观赏点，有基隆东岸商场、海洋广场、国门广场以及虎仔山。我们也在这个精心的挑选一个好的烟火厂商然后会在这个美术馆的顶楼释放。那上一次在暑假的时候释放的时候大获好评基本上有上万人这个都有共同的参加，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烟火更加的精彩，而且上一次的烟火其实没有搭配到音乐是稍微有一点美中小小的不足，因此我们这一次特别精选了梁静茹的暖暖。大家都知道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天气都很冷有风有雨的机会很高那我们这个希望这个唱一首这样的，播放一首这样的歌，搭配烟火暖暖民众的心。那这个也有搭配市集，国门广场也将推出美食市集，市府也商请周边的商圈店家延长营业时间到跨年。东岸广场基本上那一天会延长营业，延长营业到倒数为止。东山市的那些2楼的餐厅，我也请他们延长开幕。最后有几家还要做最后的确认。市府表示，跨年前60秒将以国门广场上的3D 萤幕倒数，还有限量的精油手工皂，在活动当晚11点起，在国门广场发送给现场的民众，欢迎大家一起来迎接2024的到来。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桃园的动漫迷有福了，桃园公民会馆重新改造活化，变成桃园动漫文创交流基地桃动漫，在日前正式开幕。1楼有动漫 IP 手摇椅、桃园伴手礼跟国内外知名动漫周边贩售区，2楼则是动漫展售空间，欢迎动漫迷们来到桃动漫互相交流。桃园的动漫迷有福了，位在市区精华地段的桃园公民会馆重新改造活化，变成桃园动漫文创交流基地桃动漫，并在21号下午正式开幕。场馆结合展售、餐饮、表演、观光等多角化经营，未来还会规划动漫音乐会、见面会、讲座、工作坊等活动。动漫迷们敬请锁定最新消息。未来在这边会成为我们台湾动漫推动的交流基地，也是我们人才培育的舞台。
那我们未来会在这边会贩售我们台湾动漫的相关的这些衍生商品，然后我们这边也有 VTuber 的这个虚拟的场馆的介绍。那另外也有很多的展览、工作坊跟课程，未来会在这边推动。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桃园的动漫大展国际动漫大展能够让桃园这边吸引更多的人才一起来共同推动，成为我们桃园动漫人才哺育的培育基地，以及动漫产业交流的一个基地。开幕仪式还邀请许多知名漫画家到场参与，有台湾国际知名漫画家敖幼祥、桃园在地的漫画家哈雷，以及手冢治虫长女手冢留美子跟漫画家丈夫。除了祝贺桃动漫开幕，手冢留美子也希望动漫可以带给大家希望跟勇气。その遺伝子がもはや世界中のクリエイターの方々に届いて、同じように子どもたちに夢や希望を与えるようなそんな創作をしているクリエイターの方、漫画家、アニメーションを作られている方が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ここ台湾でもそんな手塚治虫の遺伝子を継いでくださっている漫画家の先生、アニメーターに携わる皆さんがきっと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るん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手塚治虫はどんな時代になっても漫画やアニメーションは子どもたちに夢や希望や勇気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ってほしいと願っておりました。ですからこのお店から発信されるアニメーションや漫画の姿もですね、ぜひそんな子どもたちにですね、夢や希望を与えるようなそんなものであ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另外，为了欢庆桃动漫开幕，从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21号，举办桃动漫吉祥物甄选甄介，要跟桃动漫的精神主旨 CAT 有关，首奖有3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成为桃动漫的主视觉跟周边主题。也借由开幕，这宣告我们希望可以征求我们这个桃动漫的吉祥物我们吉祥物的这个征求时间呢，会从现在开始，我们到1月23号为止那欢迎我们有兴趣或者是有动漫专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帮我们桃动漫设想开创我们的这个桃动漫的吉祥物为我们这个馆舍能够增添光彩。未来我们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吉祥物的 IP 的开发跟周边商品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桃动漫场馆1楼有动漫 IP 比奇猫手摇印、桃园伴手礼、国内外知名动漫周边贩售区，2楼则是动漫展售空间。目前是以 VTuber 虚拟主播为主题。为了庆祝开幕，还跟桃园酒厂推出3款限量动漫主题清酒，欢迎动漫迷们来到桃动漫互相交流。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